好，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Let's go！ 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台湾观光署摊位，来麻烦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今天呢，台湾观光署呢，第一次在疫后之后呢，又走到了这个户外来，然后来推广这个台湾观光。今天我们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向湾区这边的民众呢，介绍台湾有什么好玩。其实基本上台湾你可以搭火车绕了一圈，在西岸的部分呢，有台湾高铁的部分，从北到南，总共呢213迈，只要90分钟，花多少钱呢？不贵，48块美金，比你的Uber还便宜。你说划不划算呢？非常划算。那另外呢，如果说你觉得坐火车高铁太快，你也可以坐台铁，慢慢的绕一圈。绕台铁一圈的话呢，你可以用什么？台湾 Pass。台湾 Pass 5日券才2800块台币，然后呢2800块随便你坐，然后如果是高铁的3日券的话是2500块，那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什么呢？我们还推出那个环岛的自行车旅游。那环岛自行车旅游呢，现在呢，观光署还有华航、中华航空。还有跟那个台湾的捷安特旅行社有推出一个套装的旅游，这个10天的行程呢，只要1100块美金那这1100块美金还包含什么呢？含住宿、含吃，还有含保姆车。当你骑累的时候，脚酸没关系，有一台车载着你，但你还继续跑，还是照样可以绕了台湾一圈，真是太划算了。对，然后呢，在8月底前呢购买呢，这个机票还可以享88折。那9月底前呢购买享9折。像一些经典行程，有台北的101、野柳的女王头，这也是很知名的地质国家公园。那在南湾这边的民众来讲，像一些台湾传统的，像这个传统的艺术中心，这个话就很适合带全家大小去那边体验台湾的古早味。那另外呢，在这个苗栗的这个地方有龙腾断桥，这个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它的建筑师是美国人，但是在1910几年的时候呢，它就是大地震然后毁损了。那但是这还是有被保留下来。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轻松游的地方是日月潭的那个自行车，虽然是高山的一个蓄水池的湖泊，但是呢，它是非常适合去健行啊，也适合去骑单车。那边有一些原住民。那阿里山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什么小火车嘛，可以轻松的旅游。那另外还有高雄的龙虎塔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如果说大家还想要打卡拍照 Q 版的龙虎塔，请记得到南湾侨教中心那边有很可爱的龙虎塔可以去做打卡这样子。对。然后现在的话往东部走的话，虽然太鲁阁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现在暂时关闭，大概再等几年后修复好之后会再重新开放。但是不要忘记了，花东其实是非常适合看那个蔚蓝的那个太平洋。那三仙台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那边有一些彩色石，但是不要拿走，因为要留给后代子孙。还要讲一件事情，如果说在湾区这边有小朋友要学华语的话，我们还有我们教育组有推出华语的检定，7到12岁的小朋友也适合来做这个华语学习。然后这边南湾有非常多的那个中文学校，然后大家可以来自己挑战一下自己的那个语言大概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所以到台湾的话，小朋友就可以带着爸爸妈妈，我告诉你要去哪边玩，因为他们都看得懂。中文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学。是的。OK， 这是一个好吃又好玩的地方，赶快来玩哦！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明年等你哦！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拜拜。